鐵頭人何俊仁、仁哥，最出名嘅都仲係 AV76人。點解叫做76人？話說當年特首選舉本來係唐梁之爭，但係作為泛民民主黨嘅重量級人物，何俊仁不甘寂寞，係都要代表泛民去參選。大家都知道泛民做反對派嘅角色就一流，但係做有建設性嘅事呢，就永遠得個講字嘅。咁所以呢，何俊仁喺嗰次選舉入邊呢，最後得票只有76票。2號候選人何俊仁先生獲得票數為76票。2號候選人何俊仁先生獲得票數為76票。比梁振英689票仲要少成9倍，所以喺泛民未有好系統性咁叫梁振英做689嘅時候，已經有好多網民叫何俊仁叫做76人啦。好想要吧？何俊仁作為民選嘅立法會議員，因為喺立法會聽財政預算案嘅時候，喺議事廳上面公然咁上網睇性感3點式泳衣嘅女優，長達半粒鐘，過程呢俾多間傳媒記者影低晒。無獨有偶，更有巴打發現日本 AV 界有個男優同佢有8-9成似添，所以即刻被網民叫做 AV76人啦。事件呢亦引起好多婦女嘅不滿，因為作為民選立法會議員，又係屯門嘅區議員，竟然喺公務時間做埋晒呢啲咁不當嘅行為，有辱市民啦。到底 AV76人有幾咁 AV 呢？ AV76人好早之前呢就俾人發覺佢背住佢嘅太座，偷偷地同第二個女人周遊列國。而 AV76人除咗被揭發成日上網偷睇性感女優之外呢，就連平時搭地鐵都會好鹹濕咁望住啲純情少女噶，果然係九公一名。AV 人柒碌嘅事更加搞笑。話說全球矚目嘅斯諾登嚟到香港之後，不停咁放出美國鬼鼠監控全球網民嘅消息。斯諾登所披露嘅情報收集活動，包括美國國安局要求最大電信商之一威信每日提供數以百萬計用戶嘅電話通話記錄。國安局同聯邦調查局更加自2007年展開代號棱鏡嘅秘密行動，直接接入谷歌、雅虎同 Facebook 等9間互聯網公司嘅伺服器。全係被美國佬培訓出嚟喺香港做代理人嘅何俊仁呢，竟然喺斯諾登離開香港之後，先跳出嚟話佢係斯諾登嘅代表律師之一。直至到我揾政府官員之前呢，我相信政府係唔知道我哋代表緊佢嘅。因為我打俾政府嘅時候咧，政府都都係再三問我咪真係有權代表佢。我係覺得政府係唔知道我哋係代表緊佢嘅。當被人問到有冇見過呢個客仔，個客幾時走，點走㗎？咁 AV76人就一啲都不知情啦。咁到底斯諾登有冇揾過佢做律師呢？呢班所謂嘅民主鬥士，斯諾登未走之前呢就潛水喎，人一走咧就即刻出嚟抽水啦。AV76人並不只是衰鹹濕，仲有衰貪錢。民主黨嘅大佬說咗算嘅文化呢，由創黨到而家一直都存在嘅。好多新人後輩以為民主黨好民主，跟下所謂有理想嘅大佬們幾年呢就有得上位，點知現實根本就係另一回事。何俊仁被揭發同其他大佬級嘅黨員呢就擁有好多公司物業，就如生 Feta， 原來民主黨係租緊生 Feta 嘅物業做總部，仲要每年交成30幾萬嘅租金俾生 Feta， 明眼人一睇就知道係黨產變私產啦。何俊仁仲要由08年起開始鬧暴，誠信全部啊！仲有何俊仁同黑金肥佬黎行得好埋，早期就爆出肥佬黎好鬼鼠咁俾咗過千萬俾民主黨，咁啲錢會去咗邊？佢會點用呢？咁相信做細嘅又假呢，就一定唔會知噶。但係 AV76人越嚟越肥，就係人都知啦。正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怪不得民主黨有咁多嘅黨員，要麼不是衰鹹濕，要麼就割蓆跳船啦。